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5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铁瑞丰到交通仔站中间土石崩落，去环境歹攀修理，预计要到后礼拜2才恢复通车。2年来卖进口核灾区食品的时间到啊，政府敢袂用进口来交往加入 CPTPP？ 行政院表示也未讨论过。英国队12月初7就开始做飞水新冠有风车，兵役开始做相关训练。俄罗斯嘛开始收注疫苗的有约。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昨台铁瑞丰到交通仔站中间土石崩落，台铁头未抢修。不过今仔日早起，佫风声讲土石的状况无稳定，抢修佫较困难。预计要到12月初8，也就是后礼拜2才恢复通车。为了维持交通，公路总局甲客运业者协调，加开加班车。本来台客土机透早伫清理崩起土石，即阵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台铁交通甲瑞丰车站中间边坡一直骨内，车时竟然发生大规模土石崩落，造成高压电缆线断气，卡到周围的树木引发大火。初5早起进行抢修时，土石佫一直骨震动。事实上，现场的部分还是大雨不断。那目前的话，如果天候允许，还包含那个崩塌的状况没有持续在加大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预估最快是在12月8日能够来抢通单线通车。看到抗议画面，因看到崩起范围差不多有3800立方公尺，又继续大雨，无排除灾情继续扩大。而作业人员因为现场出现涂膜的现象，已经暂停土石清污，东部干线未通，拄拄到周末假日，打乱真侪旅客计划。飞机取消了，然后才去买普悠玛。普悠玛没想到呢，它断掉了，所以我现在不能回去了，只能坐公路。公路这个也买不到。昨天中午就决定换客运了，所以就对蛮顺利的。东部干线无到正常运作，交通部赶紧指示公路总局协调客运业者加开班次，协助疏运旅客，同时动用国土航空这系统进行疏运。对初4到初5下晡2点开了2819班，疏运45600多人。台北往返罗东，还有台北往返宜兰，都是5分钟就有一个班次。今天看起来是非常的顺畅。客运公司讲，基本上5分到10分钟就有一班，会适合民众坐。旅客疏运状况也真顺，袂塞车。另外，有航空公司决定在初6加开班机，协助来回北部加东部旅客。不过礼拜初6休假日，爱严防国道5号加苏花街大塞车。记者综合报道。即便土石崩落，加在有司机大声发觉到有各样，才会副阻止后帮火车通过，无人伤亡。不过，就有人烦恼讲，敢特别拢注意会到。交通部长林佳龙就表示，会加编1亿，加强监控瑞丰到交通仔站这段的情形。有民众的山壁下面土门一直流落来，山来崩一声，规拢崩落来，落伫铁轨路顶面。这是台铁瑞丰到交通仔中间铁轨路边的山壁，看到规个崩落来情形，看到人甚至惊一个，镜头摕袂在，大花紧摕。台铁瑞丰到交通仔车站中间，初3在修好的边坡，初4个大雨侵袭，土石搁再崩落来。这时阵拄好有一台列车准备驶过去，赶紧停落来，加载有闪过去。那个喷浆的那个下方，它有一点龟裂，然后它有一点凸起来，然后有一点泥水渗出这样子。那我觉得可能会影响，我就跟前方站，我就给他通报。原来事发前1-2点钟，台铁司机员陈正峰开到列车经过，感觉无啥着，赶紧通报附近的车站警示，将后壁列车因赶紧冻掉咧。而学者也坦白讲，台铁铁轨路的监测大部分也是靠员工路检方式，防灾力量较局限。我如果纳入在同个体系之中，对交通部来说，我其实是用同一个灾防系统去扩大我的安全应用范围。那对台铁来说，在现在还没架设边坡侦测系统的情况之下，也比较有另外一个预警的来源。而学者也讲，虽然台铁已经开始设立边坡防灾警示系统，不过像这摆崩起路段就无伫规划范围内，所以建议交通部应该整合公路天气防灾预报系统，配合台铁边坡警示系统，加强防灾，加灾害影响降到上低。瑞芳活动段我们会再增列1亿元的预算来扩大这一个6年行车改善计划，朝明隧道的方向去做规划。林佳龙讲，这摆崩起的路段伫进前监测调查中，不是马上危险路段，不过这阵已经决定精力有算进行改善，也强调未来要打造环岛高快速铁路系统，也对落实监测到底来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气象局针对湘北、嘉南、宜兰发布超大水洪特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发生崩塌的水洪地区，雨爱落到后礼拜2才会较少。另外，台东往回绿岛甲南势的船帮，因为海上摆已经停超过1礼拜，岛上的民生物资已经特别见底。绿岛的海面风大影也大，东北季风也真强。台东往返离岛的客货轮已经停驶9天，因为海象无好，风影伤过大。船公司因为安全考虑，宣布车辆船班全部取消。那安尼绿岛甲南势物资补给都真欠缺，不止超商物件出无偌济，杂货店也陷入无菜通买的困境。台东县府初时向军方寻求援助，暗时也得到正面的答复。他们有调到1艘100吨的海巡署的船可以来协助。如果说我们真的到了礼拜1还是出不去的话，会把比较紧急的民生物资，像一些比如说我们像瓦斯啊，或者是油料啊，或者是一些食材部分，可以先帮我们运这样子。王志辉指出，因为离岛客轮甲货轮经营已经超过20年，往往受限7月风影3公尺淹悬，标准无法度出船。县府后续会配合航港局鼓励这卖业者负船换新。受东北季风影响，中央气象局指出，各地气温普遍落伫15到19度，是湿冷的天气形态。气象局下晡3点55分，针对北北基宜4县市发布大水洪特报。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整个降雨都是比较持续的。那我们也刚刚针对宜兰地区是发布豪雨特报的一个情形，那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则是发布大雨特报的一个情况。那已经是连日降雨的一个情形了，所以在山区的一个土石的一个饱和度算是都是比较饱和的状态。那如果说要前往山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坍方以及落石的一个现象。气象局提醒，这个区域也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安尼天气会继续到初八下礼拜2。下礼拜3雨势才会转好，所以也互代替伫水丰高东啊之间土石放弃抢修的困难度。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早起举办世界人权日的活动，邀请政治受难者甲因的亲人来参加。总统蔡英文甲监察院长陈菊嘛亲身到现场致意。今年已经91岁政治受难者陈吉就是感叹讲，伫威权时代要活落来真无简单。理想的国家爱有自由、民主甲公义，一项都袂用得减。91岁台大退休教授张吉洲70年前伫台大读册时阵，因为报名心理学补习班，却因为老师是共产党，可以被无限参加图书会为理由判刑10年，佮送去小琉球改造，总共71年4个月牢牢。勇于说真话、勇于改革的前辈，都是应该受到尊敬。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些前辈们不是身受苦刑，就是牺牲了宝贵的青春，甚至牺牲了性命。有的出狱后没有家属，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最后选择投河自尽。伊感叹，伫威权时代，人能活来真无简单。理想的国家爱建立伫自由、民主甲公义。总统蔡英文甲监察院长陈菊参加典礼，甲现场的政治受难者甲家属握手致意。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前身是警总军法处，陈菊42年前因为美丽岛事件被关，直接接受审判。伊表示，身兼人权委员甲政治受难者2种的身份，等于这心情真复杂。无人有法度做到100分，不过我觉得我愿意，我也是一个政治犯。我在坐牢坐了6年又2个月，很多大家的痛苦我感同身受，所以我愿意跟我们很多的代表，大家一起来沟通。当我们能够面对历史的伤痛，不再重蹈覆辙，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走向共同的未来。蔡文指出，促转会积极平反政治受难者清查公布维权时期的基本档案，甲8月成立伫监察院之下国家人权委员会，所以行政期有明确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2018年的公投通过2年来未进口核灾地区的食品，但2年已经满，真侪人就烦恼讲，政府敢袂用进口核灾区的食食来争取加入 CPTPP 这个国际协定。组织代表谢中定认为讲，这对加入加减有影响。不过，国内正肉种猪肉要完袂煞，行政院就表示，对进口核灾区的食品也未讨论过。
助理代表谢中庭回顾，进前伫面册公布，回台12项大力处理事项。今年看到东北食品解禁，也就是日本福岛五县市核载食品问题，加跨太平洋起盘全面进步协定这议题。2018年，咱国关核载食品公投过关，即阵2年禁令期满，外界关注政府敢会依持禁令，也是放松。以及解禁了后，是毋是可能真做推动台湾加入 CPTPP 的门票？在公开上是没有讲说这个是门票倒是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会有关系，没有那么快的感觉了因为这个莱猪驻日代表也没有跟行政院有任何的谈到这个议题，目前还没有规划。谢中庭讲，国内即阵注意莱克多巴胺低巴争议无遐紧处理核载食品，也强调人民健康第一。福岛食品是毋是含辐射，应该经由科学检验，比照欧美国家标准。中国外长王毅11月24到日本访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建立中日农水产品磋商机制，让外界烦恼中国抢先对日本开放核载食品。中国比我们先开放的话，就是说支持我们的这些政治家会很尴尬了。因为中日现在要主导的亚洲经济整合了 ，CPTPP 这个是看得到拿不到。外交学者表示，中日积极联手，想要主导亚洲科学经济。无论咱国是毋是要开放核载食品，台湾进入 CPTPP 都有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内疫情，今日国内增加3例带病入境的病例，也那昨是公布一个印尼的移工检疫期满了后是阴性，去宿舍接触其他人才佫确诊。目前47个接触者当中，已经有46个人带入检疫所采检。另外，进前有一个28岁有新的妇人人，自流感预防下身体出现不良反应，指挥中心证实伊已经过身会收集相关资料来做鉴定。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伫全球一直传，国内境外移入确诊也一直上升，最近一礼拜总计超过40例。初五下晡，搁再新增加3例。案例692在11月登来台湾，25知影讲安尼男朋友确诊，发现家己鼻无味，通报采检是阴性，结果症状无改善，搁再采检才确诊。不过因为检疫期满，才得到阳性通知，已经列出10位接触者。而相关是检疫期满才知影确诊的也有案例694，在月入境检疫期间无不爽快症状，因为初二要登去印尼工作，自费采检才确诊。而案例693是德国籍男性入境了后无不爽快症状，也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不过伫检疫期间出现头壳痛、胃寒这症状，采检了确诊。居家检疫出来之后，就是自主健康管理那大部分都有做到了。那另外694的部分，它其实也是大部分都有带，所以这个被居家隔离的也大多数是属于他的家人。而伫进前，一个28岁女性伫生产完1个月了后，注射流感疫苗了后，面部性心肌炎发作，引发多层器官严重衰退。外传这个女性已经过身，指挥中心也证实这项消息。非常遗憾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目前我们已经协助家属进行预防接种受害救济的申请，在这个医院的时候也有做一套这个病毒的培养，不过结果也还没出来那这边也还在等它的结果。而这女性死亡原因是毋是甲流感疫苗有关系？曾连祥指出，会收集相关病例资料，交由审查委员会进行鉴定。即阵公费流感疫苗的注射到测试为止有578万2000剂，恢复50到64岁应注射了后，平均每天有9000多人去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英国对初7，也就是后礼拜1，要开始做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 BNT 公司合作的新冠肺炎预防车。英国的病院拢开始咧做相关的训练，俄罗斯嘛开始接受做疫苗的预约。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暂时强调讲，就算讲已经有预防车出来防疫嘛是袂当凊彩，而且世界各国的疫苗一定要分好公平。英国即要在当地时间初7早起7点就正式注射头一剂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 BNT 公司合作的新冠疫苗。英国也正做头一个注射新冠疫苗的西方国家。英国国病院已经接到当局通知，展开注射疫苗的人员一份工作。My name is May Parsons, and I'm going to be giving you the vaccination today. I just wanted you to confirm that you have consented to this vaccine. Yes, I have.
英国已经订买4000万剂辉瑞疫苗，已提供2000万人注射。即阵已经有80万剂对比利时运往英国。离辉瑞疫苗合作伙伴德国 BMT 公司测试也公开德国境内疫苗冷冻储存设施，不过地点列做高度机密。美国传染病学的权威福奇进前认为，英国监管机构对疫苗审核批准伤过凊彩伤赶。不过福奇测试受访时下失礼，也强调就算有新冠疫苗，无代表疫情就会消失。防疫工作永远不用放松。We're in a very precarious situation right now. There certainly i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with a vaccine, but we're not there yet. 美国 FDA 表示，年底进前大约有2000万人已经注射到疫苗。留意到这阵疫苗的注射进度，世卫组织测试也强调，有疫苗无等于疫情就会归零。同时也搁再强调，疫苗必须公平来分配。This is a global crisis, and the solutions must be shared equitably as global public goods, not as private commodities that widen inequalities and become yet another reason.Some people are left behind. 另外一方面，俄国首都莫斯科大约有1300万的人口，测试开始疫苗有约注射的计划，允准18到60岁民众免费有约注射该国自行研发的斯普尼克疫苗，希望12月会使予200万人完成注射。尽管官方表示注射疫苗属自愿的性质，不过国务院私底下表示，有来自政府强迫注射压力，而一般民众对着俄国疫苗的安全性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公视新闻金冠庆编译。接落来看难民的议题。南亚孟加拉这个国家，目前收容超过70万的受到缅甸政府迫害罗兴亚族人，不过人数实在伤过济啊！孟加拉准备要送10万人去一块岛内底安置，不过这个岛的环境歹，阁真敖做大水，生活可能会有严重的问题。之前来自孟加拉难民营罗兴亚难民测试经过磅体温，坐军舰准备去因所谓的新天地，在孟加拉湾顶悬的孤岛巴山查尔岛。因为孟加拉的考克斯巴查尔难民营已经收容超过70万的罗兴亚族人，将做全球上客难民安置地点，加上缅甸政府也无承认罗兴亚族人的公民身份，所以不少罗兴亚人决定去岛上生活。থাকা হানা লনা বা সুন্দর পরিবেশ হয়ে আনা নিজাছে মানে হেটা যাইলে তোয়ারে তোয়ারে জানাম পারবা নাকি গ্যাস তোয়ারে দেশের রোহিঙ্গা বলে হয় মানি বলে তোয়ারে নানা বিচার হারা হয়ে যাইব孟加拉政府自2018年底开始去巴山查尔岛，计划在岛上收容10万名罗兴亚难民。不过这岛拢是红树林甲杂草，离孟加拉本土差不多是34公里。2006年左右才因为河川断桥，离正式孤岛面积差不多300平方公里，不过海拔高度只有几公尺，开受热带气旋侵蚀爆发大水，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不过孟加拉当局强调，去岛上的罗兴亚族人拢是自愿的。不过实际上却不是安尼。আরা উন্তু বরমত বেশি নির্যাতন হয় এসি আরা বাসিন্দা সরন না যাইও মাক্কারে আরা যদি গুলি যদি সিনা আমার পরে 2000 ফর মারে আরা বাসিন্দা সরন না যাইও আর বেবেলি নদর আর বেবেলি দূর করে লা যাতে তারা জোর করে লা যাতে জনগণ জোর করে নদার বলি তো লো যাই তারে লো যাই কেলো যাই কেলো যাই গাড়ি বলি罗兴亚人口差不多100多万，15世纪开始住在缅甸西北部的若开邦。信仰伊斯兰的罗兴亚人在17世纪被缅甸当局认定是孟加拉非法移民，剥夺公民权和教育权。这几年，罗兴亚人和缅甸军方一直冲突，最后和军方暴力骚动，残忍杀害虐待罗兴亚男女老幼，和联合国批评是种族灭绝。国际调查组织和国际难民组织公开呼吁孟加拉政府马上停止这种搬山的计划。批评孟加拉无负责任，严重违反人权，可能将做更加严重的人道危机。公视新闻金元庆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高雄里道一间宫庙，今仔日正向回定的时阵，车队当中载炮的发财车煞到火烧，火拍花了后，不幸伫后道发现一个查某囡仔遗体，为怎样会到火烧，警方也当咧调查。
这台小火车规拢烧开，烧到真严重，消防队赶到现场，真紧就把火拍熄。不过，却是伫后车道发现一个8岁4天的查某囡仔遗体。有看到民众讲，火烧起时阵，包有大人想要去救伊，不过却是无成功。大人跳下来要去掀，因为里面好像是有小孩子，他们好像是要去救里面的人，他们是在那边掀那个布。可是他旁边的鞭炮已经开始在发，就是已经着了，然后就开始发射。火烧车意外发生在初5早起将近12点，警方调查这台小火车是雇用一间公庙进香团的炮车，到台南北河梅州宫进香了后，准备要返去。车顶是载着烟火甲环保炮瓦的加速机，经过北河区中正路时导火烧起来。不过现场另外表示，火烧车发生的时阵并无放烟火，环保炮瓦的加速机也无拍开。对火车造出来6个大人，也已经互警方带回去调查询问。货车因为不明的原因起火燃烧，经消防局立即派员到场扑灭后，在货车的后方发现有1名疑因不及逃生的女童大体。那同车的6名民众现已由本分局带回调查中。警方初步调查，这查某囡仔当时甲老爸斗阵坐伫小火车的后车道，这老爸跳车逃生了后，有想要转去救查某囝，不过火愈烧愈大，救援失败，手也互火烧着。看到查某囝要互火烧死，真伤心艰苦。而小火车为安怎会导火烧起来，也需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一只行达港的渔船，初2伫台南的外海甲巴拿马籍的货轮相撞，货轮互怀疑讲出代志了，阁想要走，海巡队甲伊抓落来，才答应要赔偿。另外，一只东港的渔船，船顶一个印尼渔工雄雄奋起，抢救了后恢复意识，去救援的海巡舰艇，今仔日早起顺利甲渔工送转来恒春看医生。船头破一个大坑，由海巡队介护准备登港口。初2透早5点外，台湾渔船盛仍在36号，伫台南外海被巴拿马籍货轮弄掉。对方线逃走好甲载海巡伫捕了后去拿查，当时海象无好，对方承诺赔偿了后，先放因离开。8点37分时，拦截到可疑的肇事货轮，经核对为巴拿马籍恒某号货轮。海巡艇在货轮船中部位有发现擦撞痕迹，船务代理公司表示，已取得货轮船东委托，来协助后续民事协调赔偿事宜。海巡署后续会将收集的资料交予主管机关做海事调查。不过最近渔船的代志不止一件，11月27日，东港籍渔船金星里1号经过碧流外海作业时，一个印尼渔工因为不明原因昏迷倒地，经过船长抢救了后恢复意识，不过依然有头痛要吐，无法度暂行这症状。经专业医师评估后，需立即就医。海巡署舰队分署获报后，立即派遣巡务7号前往救援。29日，两船顺利于鹅銮鼻东南方1108里处汇合，完成伤患接驳作业。多是防疫期间，海巡接人也真细致，除了确认体温状况定准了后，马上暂入防疫隔离病房。经过6天的航行，伫初5早起顺利到屏东。这个渔工目前已经由恒春海巡队接上岸送去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为着保护台湾珍贵的山林资源，有一阵巡山员咧为咱打拼。这寡第一线的巡山员要有真好的体力，所以林务局举办考试，来参加的人除了爱享骑爬速车，佫要爱20公斤的物件，9分半行完1000公尺，才会当升过关，实在无简单。身躯顶排20公斤重，佫爱踮9分半以内走完1000公尺，才算通过第一阶段的试验。来参加考试的人，男女女看起来拢真喘。是很累。会，就是对女生来说，是一直跑，然后她的重力会一直往下压，所以就会比较累，而且背包比较大，比较没有办法符合我的身形。是一个挑战自己的机会这样。除了考验体力，因为这个工课平常时拢在山区，所以考生爱通过骑拍东岸的奥拜这关，就袂输咧考驾照。该通过直线加速考验，落尾还有笔试甲考试。有兴趣啊，开心，又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很不错。山上不管是林地的管理，我们树木的维护、林木的维护，还有甚至森林火灾，还有甚至在山难救助的部分，也都会涉猎到。
今年有49个人报名考试，按算录取7个，薪水3万块起跳，上侪会使有4万5。未来工课包括森林巡逻、生态调查等等。记者周君豪新竹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17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17度到28度，南部地区是18度到29度，东部地区是18度到26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4度到22度。新闻的最后，带您来德国的柏林看耶诞的点灯。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